这样个武则天呢，这个电影用中呢降旨降旨，伊以前请了淮安请淮安这个请这个中山这个惠安国师，惠安这个国师，甲新秀祖师两个人，只是中央的奉养，中央万旨之下，就讲伊这个中宗皇帝咧，伊这个万旨就讲处理这个国家有足反正无言的这个政策有言的时阵，每有一项，伊就是要追求一项上升的修行方法。那么这历史呢，这个惠安国师呢，甲这个新秀呢，因两个人拢相契，拢讲呢，南方有一个慧眼祖师，南方幽灵上师啦，密修应大师医法，这个人呢，这个慧眼祖师呢，伊暗中呢，这个弘应大师呢，这个医法就是传到这个慧眼祖师，传这个不能修业，可谦必来的，你才是谦慧眼。慧眼祖师来讲啊，你问阮两个阮两个唔捌啦，嘛是这个代志啊，这个亲像嘛足相敬慧眼，这是伊的话，大家在修道的道行的啦，其实亲像本身就对慧眼祖师足相敬的，所以这是大家讲。东条呢，宣扬观念正为十步，每一天爱护，甲中宗皇帝下了许多的天子歌。我原听了这个总大李安法师，甲北宗新秀法师，到中央来供养，以便地办书记参查，常常可以编辑生活的考验，这两个中宗呢。这个皇帝甲这中宗皇帝甲这武则天，因两个人呢，就是伫国书院的时阵，嘛是做爱修炼啊，嘛是做爱修炼啊，所以呢，一般是攀爬，常常要来研究这个生活的大前教育可是这两位法师呢，拢是真谦逊。推量讲南方有一位慧眼大师伊是密修我造弘应大师的医法，是真正传出修行的继承者。最后你会当去请伊来啦，甚至呢来参问伊才太了解这个。所以呢，这念书足重要啊。伊新秀大师伊嘛是知影讲，伊修的是教法，慧眼祖师的修的是道法。无相像，所以一家这怀用呢，两个拢足客气，嘛是实在代志啊，拢足客气。讲你唔能来问我啦，你就去请慧眼大师来较重要啦。所以今天的世界比较比较前沿，万书资料。书上经，书上表实践，万种灵引导世界观，经书相结解分，欲一回道，必须自相实践。若不能相见，以解解脱下，理其有也。理性书所说法如何？这个世界是一个条条的类似的代志。所以呢，这个中宗皇帝呢，就请伊甲下一条旨，就去聘请这个慧眼大师，要解讲文书资料，所有上经，关心来讲定定来，因为皇帝足需要的书上表书籍啦，所以这个玉造慧眼祖师呢，伊个上表是讲伊在画饼身体好啦，万种引导，伊甘愿去带3年来呢，
做较有空气啊，我所谈来了解感这个感宣传的这个，所以时间来讲啊，讲经书的上节爱什么？正正城内面呢，这个上书呢，有德行的人呢，拢安尼讲啊，用这个道，要真正能了解这个道，必须要真详啊，必须要真详一点啊，必须要真详，当然这个点啊，这个点。若不影响边义的改善下义气，那么进入的上边，义别讲大家改善的，我做啊，应该是我做。哦，这是世间上海上主安尼讲啊，哦，若不影响边义的改善下义气有呀，你心书所法如何？唔知啊，哦，请教这个委员大叔这个说的意思，要把那个插回来。也清楚来讲，现在太热了，将来的历史观世界，到底要fon地政治来迎请这个做大师。希望用做的大师慈悲为怀啊！我见到京都一片到处啊，可是要做大师呢，名义受宠啊，名义受宠也重要，以讲受义啊，唔是讲人方面来向新的玩意。欢喜天上了，照耀千遍树下。喜欢说真的，感谢上标呢，讲也感慨莫平啦，阿婆找人来啦，并所以自己的希望来传递，将以前啊，并且讲我开始讲我找人出去啦，我要同靠近3年来年的规划时间啦，所以时间呢，少掉一点来做这个机会。顺便亲自做大师傅嘛，这个时间真的是这个时间。这条在这为大师的这个机会，顺便来亲自做大师啦吼。接下来上书大家拢讲，想要这位大仙福德，就必须要这详时间啦，这个是时间来讲啦，讲你这加起来呢，这上书这大件呢，都安尼讲，讲到你真正这位了大仙这福呢，就必须要这详来实践啊，来研究啊。如果呢经过这这详到实践的方式呢，你知道改头的话呢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但是你大师对这种的见解是不是赞同的？但是你对这款的见解是不是不认同啊？由大师所教导的顿悟法门又是什么呢？是这讲为了大师啊，你所教导的这顿悟法门呢，又个是什么回来事啊？现在做大师来讲，都有心魔，都有心魔，七百个呀。都是看你的心，你的心无到对，要不到对，不是你常常多些，经文经人安尼讲，若然如来若遮若魔，是天下对伊来从经来讲讲若然如来若遮若魔，如来就是底下一个。是都一样，那是安尼呢，那是天下的何况无少将来无少将去这出来这两个名，就是讲你对来，你嘛唔知，你若去这个去，你若不了解情况，你嘛唔知就对了。所以这两个诸罗比较容易来讲。问老师，讲干部书，空性来做老师，理之先言之书，如果讲唔规定，不必言书言言体会，你就不要红书啦，老爸老母要做红书，你看你希望不要红书，社会会向这个众生，不要做红书。你唔着，即系看有对要做，你啦，你看做咧看无对啦。讲讲文书，
我老师把那个记住这里。老师那个讲啊，空气人家打住咯，讲啊，鼻滴先，眼滴数啊。你无研究你的这是对来，你来别在空气气别对，这一定是对的。咱来先咱先对来，咱再气别对。哦，所以咱都不该，所以需要透过医德，透过大前必先才能开始，透过经验或是信念的物件。然后在经验才开始，咱来了解讲，咱是对来这个是咱尽量是理想积极一点。你规考试，请读书，请法师来给你登写哦，传登写哦，咁登嚟登嚟，这个才会行这我唔知啦，我係講你登嚟，我係講你登嚟，我老是這樣，才能講得啦，才能講得干都是都好現象，所以咱應該了解無所將來，亦無所將來。無心無變，是出來的清淨相大家了解。首先是無心啊不變，這個是真正徹底了解如來的這個清淨相啊。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的，諸法是看的物件，看的物件以後日你若去家己理解就這物件。這是真正如來不作，如來清淨的啦，就是這個情。是來根據看這個來講先希望這樣是該多啲啦，所以是咱前年這來過咱都來做下之外，做這人3分功德，上天過來7分，等做這人3分功德，係咪講安尼免你啦？就能去做这个的清晨，欲做善事，为大家讲，都是心内边去摸出来，都是用摸的，不是用坐，只是做不做的来，不是用坐的。